特區政府大力推動經濟發展，各項因時制宜措施漸見成效。日前公布嘅3項數據，除咗今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 按年上升3.8%之外，零售業總銷貨價值亦都按年上升5.9%。樓市方面，第三季末負資產宗數跌至31,449宗，按季減少6,300多宗。各項本地經濟相關數據清楚話俾市民聽，縱使係環球經濟大環境仍然係波譎雲詭，地緣政治嘅陰霾仍然未徹底褪去。香港喺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之下，本地經濟保持增長嘅勢頭並冇改變，市場信心亦都穩步上升。政府統計處日前發布2025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預先估計數字，今年第三季本地生產總值較舊年同期實質係上升咗3.8%，而第二季嘅升幅則係3.1%，咁足證本港經濟係保持增長。按本地生產總值各個主要組成部分分析，私人消費開支喺今年第三季同上年同期比較，實質係上升2.1%，同樣係較第二季上升1.9%為佳。私人消費開支增長自然亦都反映喺本地零售業銷貨額上。同樣係日前發表嘅統計數據，今年9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係313億元，按年係上升咗5.9%，升幅係較8月嘅3.9%進一步加快，更加係連續第5個月增長。大部分主要零售商類別亦都錄得唔同程度嘅銷售升幅。其中就貴價貨品嚟講，電器同埋其他未分類耐用消費品嘅銷貨價值同舊年同期比較上升咗31.3%，而珠寶首飾、鐘錶同埋名貴禮物就上升咗9.1%，在反映咗消費意欲嘅強勁增長。本港經濟向好，樓市亦見回穩。金管局日前公布嘅數據顯示，2025年第三季末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宗數係31,449宗，而今年第一季末同埋第二季末嘅負資產宗數則分別係40,741宗同埋37,806宗，負資產嘅宗數明顯持續減少。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涉及嘅金額方面，最新嘅金額係1,568億元，而今年第一季末同埋第二季末則分別係2,059億同埋1,902億元。負資產涉及嘅按揭金額同樣係10級以下。各項經濟相關數據不約而同指向一個事實：香港經濟環境持續回暖，經濟活力同埋動力係越見強勁。政府措施嘅成效亦都越見明顯。正如政府發言人所講，香港嘅 GDP 增長係受出口繼續大幅上升同埋內部需求持續擴張帶動。出口上升全因為電子相關產品需求強勁同埋區域貿易嘅往來暢旺。至於內部需求持續擴張，則明顯係因為香港市民嘅口袋裏面嘅錢比較充裕，令到本地私人消費開支進一步增長。除咗香港經濟環境改善之外，政府積極推動盛事落戶同埋大力發展旅遊業，亦都係本地零售業嘅表現越嚟越好嘅主因。政府同埋旅遊發展局喺內地同埋海外嘅積極宣傳，令到香港繼續成為世界各地旅客嘅熱門旅遊地之一，旅客數字不斷創新高。其中9月訪港旅客人次係接近330萬，按年係上升8%。而截至今年嘅9月，本港已經錄得超過3600萬訪港旅客人次，按年係增加12%。大家千祈唔好忘記上述嘅數字係仲未計10月國慶黃金週嘅數據。國慶黃金週期間，入境旅客大概係164萬人次，酒店入住率普遍達到90%。社會對本地零售業嘅表現，相信係可以保持樂觀。啟德體育園開幕，成功爭取世界頂級嘅文娛體育活動喺香港落戶，絕對係有助推廣盛事經濟，吸引各地旅客爭相來港。
遠嘅唔講，單係計9月份喺本港舉行嘅大型演唱會就有韓國元祖男團 Super Junior、韓國人氣樂團 N.Flying 同埋韓國人氣男團7TEEN。呢啲韓流藝人嚟到香港演出，吸引成千上萬觀眾入場。當中 Super Junior 更加係個中嘅佼佼者，粉絲係遍及世界各地。呢啲觀眾除咗欣賞演唱會之外，對偶像嘅周邊產品呢都唔會吝嗇，對本港零售業、餐飲業甚至係酒店業都肯定有正面助益。除咗零售業表現優異，特區政府喺穩定樓市方面其實亦都花咗好多心思，唔單止成功穩住樓市，更加令到負資產宗數保持喺可控嘅範圍。早喺2023年10月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已經喺施政報告宣布對額外印花稅 SSD、買家印花稅 BSD 同埋新住宅印花稅 NRSD 等嘅樓市辣招作出調整。去到2024年嘅2月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更加喺財政預算案中進一步宣布全面撤辣，取消所有用作壓抑樓市升勢嘅辣招，而金管局亦都同步放寬按揭措施。而喺2024年同埋2025年嘅施政報告，政府亦都先後2次優化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，容許計劃嘅申請人投資住宅物業，成交價嘅門檻下調去到3000萬元，並且提高購買非住宅物業嘅可算入額去到1500萬元。根據土地註冊處嘅記錄，樓價介乎3000萬去到4999萬元嘅一手私人住宅買賣登記，由今年1月低位20宗上升去到9月全月嘅63宗，而10月首20日更加已經達到78宗，激增咗2.9倍。樓市絕對有持續回暖嘅態勢。特區政府各項經過仔細研究同埋悉心部署嘅刺激經濟措施，部分嘅效果立竿見影，有啲呢就需時見效。呢個現象係實屬正常。當今香港經濟向上動力得以維持，足見社會各界可以有充足嘅信心，政府可以按本地經濟情況同埋環球環境嘅變化，適時調整政策，回應市民嘅期望同埋需要。香港可以繼續穩步走喺由治及興嘅大道上，除咗有賴政府提出有力措施之外，立法會嘅配合同埋監察同樣重要。我相信市民都會期望行政同埋立法機關嘅良性互動、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嘅現狀，喺立法會換屆之後都可以保持，以確保香港嘅競爭力可以不斷提升。就此，關心香港經濟發展嘅市民，大家都應該喺12月7號立法會換屆選舉踴躍投票，選出有能力為香港出謀獻策嘅立法會議員，不斷為香港經濟增添動力。